最近香港火災好轟動啦，就連我日本同事都知，走嚟問我。不過更令我驚訝嘅係今次嘅事件啊，黨媒做專題又唔得，出下片整個網頁記錄下又唔得，去做義工又俾人講，派傳單甚至俾人拉埋。今次香港人嘅着眼點已經唔係針對政治問題，而係民生問題。咁樣都被禁止嘅話，其實分分鐘仲嚴重過大陸。又或者話可能今次係暗示咗真係官商勾結。Anyway，今次令我覺得我一早逃離咗香港係好好彩。不過呢個所謂嘅好彩意思唔係偶然中咗六合彩咁樣，而係我人生中唔同事件嘅 interactions 導致嘅結果。而呢啲事件同環境因素有好多並唔係我控制到嘅，所以簡單嚟講，我根本冇自由咁選擇過，所以我只能以好彩或者慶幸嚟形容。生於草根家庭，老豆一個英文字都唔識，老母都係啲成績差嗰類，父母知識水平低，真係要講，我應該算係輸在起跑線嗰類。一直以嚟都有一個屋企係窮嘅概念，所以就算自己係想試下去外國讀書，都一早俾呢個窮嘅概念打沉咗。可以話係唔敢去諗，結果就係唔會去諗。中學時久唔久都有啲同學中途去咗外國，嗰陣完全唔知係咩概念嚟嘅。最近睇賣高，見到隻阿諾柴娃娃咁抄咗句 My name is Arnold, nice to meet you， 咁樣就可以去咗英國寄宿學校讀書。我而家住嘅附近都有間英式寄宿學校，基本上係大富大貴先讀得起嘅，一年1000萬 N 係冇走雞嘅。須知道呢度資深醫生年薪稅前2000萬都已經算係高，一年1000萬 N 嘅學費，基本上係連啲中小企老闆都未必負擔得起。check 資料，英國本土都好似係差唔多呢個價位。呢隻 Arnold 冇乜 plan 過，連英文都唔識聽，就咁攞住2句英文去咗英國讀書，然後仲要極速敗走，真係睇到我眼都突埋。令我感嘆到家底或者資源嘅份量，或者話係重量，真係非常主觀，喺每個人眼中嘅意義都好唔同。可能就係窮嘅概念，令我冇諗過可以去外國讀大學。讀大學去埋 exchange， 即使覺得香港嘅生存環境真係差，但都未有決心真係要離開香港，甚至連 PhD 都係喺香港讀。嗰陣有啲先生已經提醒咗我，讀得 PhD 嘅就唔好喺香港讀啦。但嗰陣已經有 professor 漏咗我讀，咁我覺得有個機會咯，咪把握咗佢咯。點知越讀越了解到咩叫 research， 越多去海外交流嘅機會，越發覺自己嘅環境係幾咁不濟，越唔滿意個 department 嘅學術水平。雖然都捱得到去畢業，但頂唔順個 department 都逼住係要跳槽。再加上主觀地覺得香港嘅學術環境同資源都冇咩前景，所以就下定咗決心揾外國嘅工。其後即使有唔同嘅人留我，又或者叫我 apply faculty， 我都一口拒絕。尤其嗰陣香港已經經歷過佔中，又多一個理由離開啦。當時揾工都揾咗一段時間，期間喺跳槽過去嘅一個比較國際化嘅 department 度做，見識到一啲有質素嘅表現，但事業發展問題、政治問題都係決定係要走。
結果去咗美國，見識到啡色人種、黑色人種嘅問題，同埋官僚主義，仲有制度嘅暴力。自己認為啱嘅嘢做唔到，環境逼你要服從，跟風向走。以前喺香港以為呢啲係因為資源嘅問題，去咗美國就發覺係閪人嘅問題、制度嘅問題、conformist 嘅問題。正如 Gregory Perelman 所講，就係咁，事業上已經完全畫晒牙，已經唔想再作出任何貢獻，益到呢班仆街，決定以後工作只係為移民。跟住仲有啲左膠問題啊、人種問題、治安問題、居住環境問題等等，逼到我要揾一個最少呢啲問題嘅理想國度。結果就唯有揀咗日本，少左膠、少啡色人、黑色人，極度安全、極度方便，好多唔同嘅居住環境、生活環境俾你選擇。去到日本攞埋永住之後，已經冇咗工作嘅需要。加上而家大把 topic 思考，又拍下 YouTube 咁，連返工嚟解悶嘅功能都唔再需要。所以而家其實真係 hea 做等炒，奈何呢個社會上仲有大把廢物，仲廢過我。就算真係要炒，都有排都未輪到我。有趣嘅係，決定咗係 hea 做之後，成個人都輕鬆晒。你話我錯咩？咪錯咯，我又唔需要啱俾你睇，亦唔需要做我認為啱嘅嘢去貢獻你。雖然呢度冇人話我錯，我講親嘅嘢亦幾乎都係啱咁滯嘅。講落，唔知有冇發覺到咧？我一直都係俾呢個世界、呢個社會逼住嚟走嘅。從來冇自由咁選擇過。我越見識得多，越了解到呢個社會，就越想要 quit game。只係呢啲醜惡喺香港政治問題明顯燒到埋身之前，已經浮現咗喺我眼前，逼住我走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我根本想象唔到香港嘅學術環境係好，資源係足，提供到職位俾我。呢點就算係政治環境好，都未必解決得到。畢竟地方太細， market 太細，選擇太少。香港好多學術水平 OK 嘅 departments，faculty 一係請大陸，一係請海外。有啲講明只會請啲喺 Harvard、Oxbridge 級別做過嘅添。除非真係跌埋心水，喺啲冇咁注重 research 嘅 department 主力教書。但教書真係又攰又悶，教完一大輪書，仲要拖住疲憊嘅肉體去搞 research， 真係唔知點頂。所以咁嘅話，唔走根本生存唔到，而走咗就根本唔想返轉頭。加上香港生活環境又嘈，空氣又差又逼，結果似乎都係整定我係會離開嘅。不過check 咗 check， 喺香港幾千蚊租有獨立廚廁，僻靜嘅幾百尺一二人單位都的確係存在嘅，所以住屋選擇方面其實冇想象中咁差。Lean fire 其實應該都係做到嘅，但你 Lean fire 前要住得方便返工，又要儲到錢嘅就諸多掣肘，選擇少好多啦。如果搞到為咗返工 quality of life 仲衰過唔返工嘅話，咁就真係返嚟都無謂啦。最後雖然我話阿囊去留學資源係運用得太輕率，但我覺得我同佢一樣，其實都只係逃避緊。之前啲片提過逃避痛苦肯定係一個人生意義，而其中嘅手段就係保持健康，減少疾病嘅痛苦。另一方面，逃避或者叫解決生活中嘅痛苦，減低生存嘅壓力，亦係保持健康嘅因素。Well-being
quality of life，呢啲就成為咗我畢生嘅課題。所以簡單嚟講，我輾轉咁由香港嚟到日本，其實都係為咗健康 well-being quality of life。